大家好，我係陳慧儀 Jacqueline， 係香港同埋大灣區嘅律師，為香港市民咧係致力提供家事法啦、民事及刑事嘅法律服務。咁我本身咧係一位基督徒嚟嘅，咁我相信咧人咧就係咧神咧按照佢嘅形象啦去創造嘅，咁所以咧每一個人啦，包括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啦，咁都係咧由神而嚟嘅一啲尊嚴啦同埋價值嘅。咁亦都希望咧鼓勵大家啦，就係因為神愛世人，希望咧我哋亦都係咧關愛身邊每一位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啦。咁而至於我自己咧，亦都係致力於咧係為啲特殊需要嘅朋友咧去提供一啲法律服務，咁令到佢哋咧嗰個法律權益咧可以得到維護啦。無論佢哋喺生活或者喺財政上面咧各樣有法律需要嘅話咧，我都係會致力咁樣去幫助佢哋，希望佢哋咧喺社會度咧得到呢個公平嘅對待同埋關愛嘅。將呢個活動當日，即係今年嘅5月5日啦，就會喺個大會度咧提供一啲免費嘅法律諮詢俾一啲有需要嘅家長嘅。咁若果你係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家長，歡迎當日嚟揾我嘅。咁呢個活動咧嘅牽頭人咧就係咧天成道場嘅創辦人啦，阿滿 Sir 啦。咁滿 Sir 咧亦都係主內弟兄。咁我作為主內嘅姊妹咧，都會鼎力支持佢嘅。咁希望大家對於個2025社區共融星星慈善奧運會都能夠得到大家嘅參與同支持。耶！